正道题目是耶稣是咱生命的源头，请陈牧师。亲爱的大家平安。最近咱的教会的查经已经，咱的主题是幸福的人生。这个主题来到伫圣经的新约，特别结束这几个查经，因为这几个查经的主题叫做耶稣带予人类什么种的福气。咱咧讲圣经就是福音，耶稣带予世间人福气。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敢有因为耶稣甲你伫你的人生中间，你感觉生命的幸福？耶稣带予世间人的福气到底有什么？这礼拜的查经咱讲，耶稣带来上帝的能力，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后礼拜的拜六咱要讲，就是耶稣讲，我就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就无搁再踮伫黑暗的中间。今仔日个礼拜，牧师带着祈祷，祝福兄弟姊妹，愿恁一生活伫光明的中间。愿上帝点到你生命的光，也愿上帝点到你家庭的光，互你的家庭脱离最黑暗的阻挡、捆绑甲搅扰。上帝讲我是世间的光，耶稣嘛讲我是世间的光。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这个光进入你的人生，咱用祈祷来领受，咱用祈祷来听上帝的话，咱个一摆同心来祈祷。愿命的主，阮来到你的圣殿，因为你就是世间的真光。愿伫你的面前恭恭敬敬来敬拜你，因为阮深知，阮的人生有时光，有时暗。愿好亲像有时阮的生命的灯台去互风分化去。摇花阮的上帝，愿你做阮家庭的光，也做阮的囡仔的光。伫今仔日个礼拜，主耶稣，你带来活命的源头，你就是迄个世间万物的起源。我们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愿你搁一摆将幸福这个锁匙放伫阮的手中，互阮知影，阮做礼拜毋是干那听道理，阮做礼拜就是领受这个幸福的活命。我们伫你的面前静静拍开阮的心来领受，求主你施恩赐福。愿咱的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愿主将伊的幸福放伫咱的人生中间，也愿主将伊活命真光放伫咱的人生。今仔日咱所读的是旧约的新约，这两篇短短两句话，拢讲到光。光是全人类普世价值，不分宗教。兄弟姊妹，无论任何宗教，最要紧的一个图像甲主题，就是光明的人生。阿弥陀佛听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无限量的光明，甲永远的活命。我毋是伫佛教的家庭出世的，我嘛毋是伫道教的家庭出世的，但是光对任何宗教来讲，拢是一个真象征性、象征性的记号。光代表良善，光代表活命，光代表快乐，光代表能力。所听的姊妹，愿咱伫上帝的面前，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知影上帝咧讲我是光，到底是什么意思？愿咱来到伊的面前，咱伫伊的保守中间，咱领受这个光所带来互咱的福气。这个光会带互咱什么？互咱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伊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互咱看到咱头前的道路，强要跋倒，强要踏到的时阵，迄个光，互咱忽然知影讲，毋通甲踏落去，因为伫迄个所在有一个大了石头。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兄弟姊妹，一生活伫上帝的光的内底。光伫信仰上代表什么？拄则我伫开始的时阵，甲咱做伙分享，逐种的宗教拢咧讲到光的重要。回教伊嘛有一句话讲：阿拉就是世界的光。有熟悉无？所以基本上，回教的源头甲基督教，毋是基督教，甲犹太人的耶和华
真同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中间，咱问：我是活伫光明的中间，还是伫黑暗的中间？光甲黑暗，邪恶甲良善，常常是人类伫生活中间必然的张力。咱就好亲像活伫良善甲邪恶，咱就好亲像活伫光甲黑暗的中间，有两边的张力，有时光，有时暗。有时好，有时歹，咱伫迄个天选张力的中间，咱咧找一个倚靠，找一个帮助。主讲，既然踮伫我内面的人，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愿咱花手伫你家己的心，你甲主祷讲，主求你点到我心内这个灯台，点到我心中的灯台，互我的心充满光明。愿你伫你的家庭举手祈祷，你讲主，愿你的光伫我的家庭，赶除所有黑暗的关系。愿天父上帝用伊的真光照伫你的囡仔，互你的一生，互恁的囡仔一生是生活伫伊的光的中间。世间人拢用伊的经历来解说光甲黑暗，无同款的信仰产生无同款的人物。基督教所讲的黑暗，这个字叫做 skoto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黑暗。伊原本的意思就是去互物件炸掉咧，光照袂入来。有黑暗的字根就是阴影。当一个人伊的生命然后一块黑布炸掉咧，外面的光照袂入来，伊充满的就是无知，就是邪恶。所以对基督徒来讲，黑暗是代表伊的生命中间欠缺光，邪恶是代表伊的心中无良善。这甲道教所讲的无同款。道教咧讲的就是光的中间有暗，暗的中间有光，意思就是阴生阳，阳生阴，阴阳共生。无同款的铁学，对科学的角度，对咱的人生。我比较，我相信圣经所讲非常科学性，因为黑暗并无存在。黑暗的理由是因为伊无光，现在你同意吗？咱的生命中间若无光，咱就生活伫黑暗中。咱的心中若无良善，咱的心就空虚，咱称伊做邪恶。因为伊心内无良善的念头，无良善的智慧，伊无良善的人物，伊无良善的觉悟甲主张，所以人自然而然就欠缺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入捌一项信仰的福气。信仰的福气就是光若来，黑暗就离开。良善公义的上帝若甲我同在，我自然而然我就无迄个歹的念头。奉主的名祝福这间教会，为主发光，好唔好？奉主的名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你的家庭的囡仔，一生无因为黑暗的引诱、黑暗的搅扰，因失去对良善甲上帝的义的觉悟甲主张。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施恩赐福，互咱幸福。这是咱最近查经的主题讲，伫福音书中间所讲。耶稣带予世间人心中福气。拄则咱圣经伫所吟的诗歌内底有一句话讲：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伊要带咱行人生的道路，伊要将迄个活命的气力放伫咱的内底。发光有两种，一种就是光若照来，对我的身躯射倒出去，我就亲像一面镜，光若照着我。我就有光。个另外一种的光是自发性的，伫我的内面若有光，就源源不断发光。奉主的名来祝福在座兄弟姊妹，你是一个上帝光明之子，上帝光明的子儿，是有能力家己发光的。你行到任何的所在，你的面就产生了平安。产生了这个幸福的感觉，你的边的人看到你的面，
就感觉真欣赏。这个人的眼睛跟伊的面好像就会发光，是人的心中若有幸福，藏不住，对吧？人的心中若有幸福，你行到什么所在，人拢看到啊，这个人今仔日一定有好事，因为伊的喙笑目笑。兄弟姊妹，我今仔日个礼拜，赏赐万人好的上帝，赏赐人光明的上帝，将伊所赏赐的光放伫咱的中间。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最大的祝福就是带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无论是约翰所讲，无论是彼得所讲，无论是保罗，因拢伫因的批信的中间有讲到，带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特别是彼得，伊讲：恁受拣选是为着要保养，恁受拣选是为着要互恁经历着迄个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你要讲起什么人带恁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就是主耶稣基督。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亲爱的姊妹，上帝将伊所赏赐活命的光放伫咱的内底，咱一生无搁再生活伫惨切黑暗、死荫惊吓的中间。求天父上帝的光照伫咱的内底。伊讲主的内面有光明，因为恁要真做伊光明的子子。耶稣伫伊所讲的讲道的内底，约翰甲伊写伫约翰福音第8章12节，伊讲我就是世间的光。所以兄弟姊妹，愿咱甲主耶稣讲，我需要你，求你用你的光带我脱离黑暗，求你将你的光放伫我的生命中间。亲如牧师的提醒，有当时光是假的，因为伊是咧反射外面的社会的情绪。无论是黑暗光，伊若照来，我念的光念的暗。求天父上帝，互我做一个基督徒，伫我的生命内底有迄个活命的水泉，有迄个真正活命源源不断。水伫你的上帝伫你的活命的内底，互你将做一个自体发光光源。你是有能力通发光的基督徒。主帮助咱享受今仔日的礼拜，享受咱所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黑暗这个字叫做 skotos， 这是伫圣经的旧约的中间希腊语的翻译，伊的意思就是无光、欠过光，包括无知、没有良善。所以黑暗的这个字根，伊对 skia 这个字。skia 迄个字根就是这个字的后壁迄个字尾，伊的意思就是互人斩断。一个水管若互人斩断，迄个水管就无搁再会当叫做最老的水管，对吧？咱的人生若互某一种的无好会阻挡，咱的生命中间就互光就失了。伫咱的人生中间就产生一个阴暗、阴影、黑暗。黑影，亲爱兄弟姊妹，关于上帝主耶稣基督的手，将这个阻挡、迄个阻挡咱甲上帝亲近的迄个阻挡，甲咱摕开去，甲咱偷开去，互咱坦然无惊吓，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愿主将伊的观念放伫咱的中间。光代表什么？光是上帝的本性。真侪宗教拢咧讲起光，就是好像就神明共款。所以真侪宗教嘛用因的祈祷，用因的宗教仪式。咱的教会无咧点光明灯，因为光明灯独独只有伫这个所在，毋是人点的，是上帝点的。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的属性就是光明。光明有一种真侪的描述，上帝讲我就是世界的光。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36篇第9节，伊咧讲：我就是活命的源头，我就是活命的源头，我就是活命的真光。光代表智慧，光嘛代表愿望，光嘛代表能力，光嘛代表上帝的同在。光若来，黑暗就离开。亲爱兄弟姊妹，愿这个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甲你撒甲伫地。对你少年到你一生的路尾，伊的光无离开你，互你永远成做伊同在的子子，
你若真做伊同在的囝子，你就是伊光明的囝，你就是生活伫光明中间的人。光明之子基本上这个字不是叫做光明之子，伊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生活伫光明的中间的人，活伫光的中间的人。咱在座兄弟姊妹，咱拢需要。咱甲主祷讲，主求你赏赐予我。约翰甲以赛亚是圣经内底两本真要紧的讲起光明的人生的两本册。但是咧，咱咧读到一段话是记载伫以赛亚第9章，伊讲生活伫黑暗中的人，因要看见大光；行伫死荫的路的顶悬的人，因要有光来照伫因。约翰福音讲，上帝是光，伫伊的内底，无人会当闪避，光照的所在就无黑暗。所以兄弟姊妹，无论到地狱，无论到阴间。上帝的光笼罩伫咱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一生无躲闪伊的面的光。所以上帝讲，你就爱甲咱家己的囡仔祝福讲，我要用我的面的光来看你，我要用我的面的光来照你。意思就是，我要用接纳的面，用接纳的心，用我所发出的生命的光，带你脱离黑暗的关系。愿主赏赐这种的能力，光若照来，黑暗就离开。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启明，就是上帝用伊的光照伫你的内底，你就开始有智慧。光若照伫你的内底，你就了解。你即摆咧读这本册，无论是数学，无论是自然，无论是任何的科学，上帝光若照伫你的内底，你就得到一种的能力，叫做 understanding， 就是当有理解的能力。光就是一个启明。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也愿上帝的光赏赐咱活命，赏赐咱智慧。光伫圣经中间特别讲的就是救恩啦。伫你做未来是这个光照你；伫你未了解的时阵，这个光照你。当你感觉绝望的时阵，上帝用伊的光照你头前，你就发现忽然伫你的头前有一个光芒，你就无惊吓，你就知影讲，我搁行5步，我搁行10步，我搁行100公尺，我就达到上帝所要赏赐我迄个光芒的所在。光就是安尼，光是一种的力量，光就是一种的真理。伫光的中间嘛有平安，甲光芒。所听的姊妹，愿上帝伊的话记牢伫恁的心内，也愿恁因为上帝话对心中产生一个祈祷，讲阿门。阿门就简单的意思就是讲，若是遮尔好，我别兄弟姊妹，对不对？若是遮尔好，我别上帝啊，求你将这种的祝福赏赐予我。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光不但照伫你，也照到你的囡仔行行顺顺。也真毋免惊，有一段时阵，咱对头前有惊吓，咱感觉咱好像就欠做一项功德，咱好像就欠做了某项好事，所以咱会安尼也毋对，安尼也怪怪，惊来惊去，也真毋免惊。光若来，黑暗就离开。愿这个上帝用今仔这个礼拜，互你明白，主要所讲我是世间的真光的意思，就是伊要脱咱。脱离迄个糊涂的人生，脱离迄个虚假的人生，主要用伊的光，带咱行一个有价值、幸福的道路。愿这个主耶稣甲你同行到一生的路尾，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不是为了古早人，耶稣来到今世间是为着今仔日的咱。所听的姊妹，愿这个主耶稣甲你三甲地地。所以今仔日牧师要邀请恁做2个祈祷。第一个祈祷，主耶稣，你做我生命幸福的源头。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讲我要将福音给送向的人，我要带人脱离黑暗的关系。耶稣就是咱活命的源头。今仔日2句，无论是诗篇，无论是约翰福音，伊咧讲起这个上帝，无论伊是天顶的阿爸天父耶和华，
也是2000年前来到世间的耶稣，或者咱咧讲踮伫咱心中的圣神。有真侪基督徒，互三位一体的上帝即种的道理干扰，听无、想无，或者毋免想，你著甲想讲，拢是上帝。伫古早，伊的名叫做耶和华。顶礼拜咱所讲，我是迄个字就是耶和华。I am who I am， 你会记无？我就是我。上帝的名无别的名，伊的名就是表明伊的生命的特质。I am that I am， 就是我过去就是迄个你的祖公的上帝。你的祖公甲你讲我是啥物人 ？I am that， 就是迄个你的祖公咧甲你讲的迄个上帝。I am who I am， 就是意思，我就是现在徛伫你面前，一个我，搁有一个 I will be who I am。我就是将来的我，所听的姊妹，这个上帝你唔免互真哲学性的讲道甲你干扰，唔免用单纯的心，你讲早伫地、今伫地、将来的永远伫地的上帝，求你甲我同在，伫我好亲像无噩梦的人生，求主你甲我同在。第一个祈祷，耶稣要做你活命的源头。有一个水泉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光对你的心中，有一个噩梦对你的思想中间，你就产生有噩梦的主张的基督徒。耶稣是咱活命的真光，阿们嘛。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伫你的手中，伫你的心中有活命的水泉，我未看见真光。这是诗篇36篇第9节。2000年前伫欧洲，不是2000年前，2年前伫欧洲有一个青年大会，因为跨年的祷告会中间，用诗篇今仔日36篇第9节做一条诗歌。这条诗歌讲：活命的水泉伫你的心中，我要看见你的真光。兄弟姊妹，将这条诗歌带来到咱教会，也甲咱分享。愿享受活命的上帝甲你同在，伫你的人生中间。今仔日的诗篇就是安尼，因为伫你遐有活命的源头，伫你的光中间，我要看见真光。兄弟姊妹，愿主光照你的目睭，互你目睭金。你的目睭若金，你就无看重遐虚假的代志。愿天父上帝祝福你的囡仔，有洞察力，有 insight， 就是讲对代志有判断的能力。主的光若伫你的内面，你自然就有主张。不但有主张，更较要紧。有主张要更毋是上重要，爱有正确的主张。或者你讲对毋对？咱不但爱诚做有主张的人，咱爱诚做有正确的主张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耶稣基督所讲的主张，就诚做你的主张。耶稣所讲的迄个智慧的话，就诚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伫耶稣的身躯顶端，咱要认捌，伫咱人生中间唯一不能缺少的幸福。有一种的幸福是钱买袂到的。啊，这你想看卖？伫你人生中间有甚么幸福是钱买袂到的幸福？愿天父上帝赏赐你智慧，伊讲平安，伊讲活命。有甚么人会当用钱买活命咧？无人会当用你的财产来留你生命一刻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一生伫上帝稳定的中间。今仔日新约的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重要是搁落一句：对我的人，兄弟姊妹，对我的人就活命光对伊的内面自体发光。伊毋是敢若看到光来跟对我的人，光就伫伊的内面。你就叫做一个会当兴起发光，是一个会当自然而然将光挖出来，将良善挖出来，将上帝义挖出来，将上帝一切的属性、伊的本性挖出来。伊就叫做光明的家子，就是这个意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
互咱的一生到世间的路尾，拢无行伫黑暗路的中间。伫咱既行过的所在，上帝用伊的光陪伴咱，因为伊要将这个活命的光放伫咱的内底。阿免嘛！愿上帝将活命的光放伫咱的囡仔，互伊成做一个自体发光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咱成做伊踮伫咱内底的基督徒。伫圣经中间有真侪故事咧，讲起光的价值。伊咧讲起人背叛即个耶稣，就亲像办喜事的时阵，有一寡背错、背对、背假的，才会即边才会伴郎伴娘。因咧背叛喜事的即个新郎新娘。耶稣讲即个故事，讲伫即个背错的中间有10个在色女，因摕着灯笼咧对即个新郎新娘。但是有5个较巧，就是伊惊了讲时间若拖久，我的灯会油，若无够用，我的灯会花去。所以有人佮另外准备一点仔油，当伊的油特别无够用，伊甲加落去。这个故事咧讲起，上帝所赏赐咱，伫咱的内底有一种活命的水，不断甲咱撒甲伫地。所听的姊妹，伫圣经中间以赛亚甲约翰福音。是2本真要紧咧讲起光的重要性的2本圣经的册。咱来听这2句话。以赛亚第9章第24，伊讲：行伫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的人要有光照因。意思就是伫阴间咧嚎叫，伫地狱咧苦楚的人，上帝光要照伫伊，要拯救伊，带伊脱离黑暗的关系。愿主的光甲你撒甲伫地，愿你明白光伫你人生中间的重要。有光的人就无绝望，有光的人就无糊涂，有光的人就无生活伫邪恶的意念的中间。今仔真侪人忽然光，忽然暗，真麻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伊的囝子。做光常常甲咱同在。第二，耶稣伫约翰福音一起头，伊就讲：道成肉体，道甲上帝同在。起头，道就甲上帝同在。耶稣基督，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即个活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伊讲即个光是真正的光，毋是假。愿天父上帝将即个光放伫你的生命中间，互咱不但有主张。咱阁有正确的主张，因为这个光要对咱讲话，要照光咱伫人生中间所拄到的危险，主要带咱。咱虽然生活伫这个世间，耶稣讲：恁虽然活伫这世间，但是恁无属这世间。恁会记得这句话吗？伊的意思就是这个世间中间检查有无共款的主张，有黑暗的主张，有邪恶的主张。但是恁活伫这个世间，恁是有一个正确主张的基督徒。正确的主张对上帝来，上帝讲是就是，上帝讲毋是就毋是。愿天父上帝的光就是上帝的义，上帝的快乐，上帝的良善，甲咱撒甲伫地。愿你的生命中间无搁再受搅扰，愿所有黑暗的势力。拢离开你的生命中间，黑暗就是毋知影头前何去何从，黑暗就是毋知影你头前有什么种的目标，伫你的道路顶悬头前要发生什么代志。黑暗就是一种的危险阻挡。今日拄则我甲咱解释，黑暗迄个字的字根就是阻挡上帝的光照伫你的生命中间。阻挡上帝的话入去你的耳孔，阻挡上帝的念头踮伫你的思想的中间。愿天父上帝伊亲自将这个拦阻，将这个阻挡，将这个捆绑偷开，互咱活伫一个自由宽阔的道路中。耶稣讲：我是光，既然信我的，所听的姊妹。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帮站吗？你愿意将你所有的问题、疑惑、疑问
甲主耶稣讲：主，求你光照我的内心，互我找到道路、真理与生命。求主耶稣甲你三角徛起。耶稣讲：既然信我的人无徛起伫黑暗中，愿你的家庭生活伫代代不尽的光明。愿你的家庭生活伫代代不尽的光明中间。主甲咱三角伫地，今仔日第一个祈祷，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知你是世间的真光，若无你，我就生活伫黑暗中。愿这个主耶稣毋是降生伫犹太人中间，愿这个主耶稣伫今仔日，甲在座亲爱兄弟姊妹，恁每一个人同在，嘛甲恁的囡仔同在，互恁后来子孙永远踮伫光明的道路中，到永远无尽。愿天父上帝帮助，主所听的囝钱离开黑暗。今仔日主耶稣带伊的光来带咱，愿咱跟对伊，咱甲主讲：主，我的一生跟对你。愿主带你伫你头前的道路顶悬，做你的真光，互你看见伊所创造的世界，其实毋是邪恶的世界。基督徒的存在是要恢复上帝美好的创造，基督徒的存在是要互邪恶的社会产生新的反省的能力，互迄个邪恶的社会因为光照家己见效，因为光照黑暗的诡计就无搁再会当隐瞒。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看到上帝创造伫你人生中间伊的奇妙。求天父上帝伫咱中间，将伊个活命的水泉放伫你的心中。耶稣甲迄个伫雅各水井的边啊，迄个咧抢水的查某人讲一句话，伊讲：恁若知我是甚物人，恁就要开喙祈祷。也这个故事今仔日咧对咱讲话，咱若知影耶稣是甚物人，你就开声甲伊祷讲：主耶稣，请你无离开我。主耶稣，请你永远无放杀我。主耶稣，求你甲我三角伫地，互我一生伫你的祝福中间。第二，我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第二个祈祷。主啊，求你点到我生命的灯台。主啊，求你点到我生命的灯台。耶稣的讲道中间讲起，既然军队以生活伫光的中间的人，要做上帝光明之子。拄则牧师有解说，光明之子原本的意思是，毋是咧讲囡仔囝尔，毋是。光明之子的意思就是，所有生活伫光明的中间的人，会当为主发光的人，伊就是光明的囝子。所以兄弟姊妹，光明之子有三个阶段：第一，光照着伊；第二，伊拥有这个光，上帝甲伊同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耶稣的话对恁讲，这是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耶稣讲，就趁要有光，相信这个光，互恁通成做光明的囝子，生活伫光的中间，互一切光所带来的主张，上帝的义、上帝的良善，成做你的主张，成做你的品格，成做咱的活命。咱徛伫人的面前，人看到就是一个发光的画面。求天父上帝帮助我，帮助你，也帮助古早的摩西，也帮助今仔日的咱。顶礼拜牧师甲咱分享讲，你是谁？上帝甲摩西讲，我要设立你，伫法老王的面前代表我。你还会记迄句话无？我拣选你，我设立你。要互恁伫台湾人的面前代表耶稣，兄弟姊妹，咱活是为基督，咱活是为基督。所有每一个基督徒，咱无凊彩过生活，因为咱知影，咱的生活就是光照台湾，互台湾人看见耶稣，伊所带世间人的幸福。你愿意为主发光吗？
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讲，主，我愿意，因为你互我离开黑暗，担踮伫你的光明中，出黑暗入光明。咱逐礼拜最后平安礼念的诗歌讲，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带你脱离黑暗的关系，进入光明的国度。兄弟姊妹，是毋是？你愿意？和这个主耶稣伊的活命，带你脱离黑暗的关系，进入光明的国度嘛？愿这个主耶稣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和黑暗离开咱的人生，和空虚离开。黑暗是什么？光是什么？光明的囝儿第一个意义就是上帝的同在。上帝若光照咱，毋是反射。上帝意义踮伫咱内底，咱就是上帝的代表。所以圣经讲，踮伫你内面的圣神，毋是这世间的圣神的邪神，踮伫咱内面的圣神是上帝家己的灵。所听的姊妹，就是上帝的义无虚假。所听的姊妹，上帝若将伊的光放伫你的内面，伫你的人生中间就从来无再有黑暗的关系。你会想象无够，你会发现讲，你为什么会当有迄种的平安？为什么会当有迄种的德性？无搁再摇旗，无搁再受引诱，无困难，无张力。拄则牧师咧讲起咱的人生就好亲像伫黑暗甲光的中间咧拉扯拔河比赛，伫好甲歹的中间咧拔河比赛。但是若有上帝光伫咱的内底，迄个张力自然而然就化无去。因为咱就亲像一个光，伊所散发出来的光是360度上下左右，没有任何一个方向不照出去。一个真正的光，伊所发出来，就是全方位的光。求天父上帝用伊的光放伫咱的中间。这个光就是上帝好，这个光就是上帝的良善，这个光就是各种的美善的力量，伊代表上帝。这也是上帝讲我是光的意思，原本的意思。求天父上帝将伊的光放伫咱的内底，求就互咱找就笃定。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愿意拍开你的心门，互迄个光照伫你的家庭，你的厝内就无搁再有黑暗的角落。也这上重要，毋是你的家庭内底无黑暗的角落。上重要是你的心内无迄个阴影，伫你的心内无搁再有阴影。过去各种的伤害所留互你的迄个疑问：上帝，你还在吗？上帝，你还爱我吗？亲爱的姊妹，上帝还在，上帝还爱你，还爱我。愿天父上帝将这个黑暗摕掉。也互咱真做一个会当活出上帝的光的人。这就是保罗伊讲，你要亲像活命的真光，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你会记这句话无？你要真做上帝无下处的囝儿，伫弯曲悖谬的世代，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咱要真做上帝无下处的囝儿，将活命的真道表明出来。毋是咱的道，是上帝将伊的光放伫咱的内底，自然而然发光。所以最后的一个祈祷，就是将光留伫你的心内，将上帝的仁义、将上帝的圣洁、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内底，成做自体发光的基督徒。这是今仔日的结论。兄弟姊妹，甲上帝讨，互我成做一个发光的基督徒。因为我的主耶稣是一个发光的耶稣，愿天父上帝互咱成做为主兴起发光的基督徒，也愿你的家庭是互人欣赏的家庭。愿咱的教会会通伫得当这个所在，无论日时暗时，拢为主发光。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耶稣一生中间留落一个最要紧的模范，伊伫十字架顶悬讲一句话。伊讲主啊，时间已经到，愿你荣光你的囝儿，也愿你的囝儿荣光你。牧师伫最后读这句话的祈祷，
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光照伫恁的心中，愿神亲自高举上帝荣耀伊的囝，上帝嘛用咱荣耀咱在座每一个人。这就是约翰所看见荣耀的神学、荣耀的生命。人的存在是为着归荣光给天父上帝，教会的存在是为着归荣光给天父上帝。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荣耀的上帝，愿众人聚集伫你的圣殿内，阮所听见的是你应允的话，阮所渴慕是上帝你家己的画面，因为你是画面的源头，伫你的心中，阮要看见画面的真光。主啊，求你光照阮。虽然阮无拄拄有机会通用肉体目睭来看到上帝你的形象，但是愿你的圣神将你的光放伫阮的心灵的中间，互阮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主耶稣，你是世间的光，你若来，黑暗就离开。主耶稣，你有讲，跟对你的人就要生活伫光明的中间。这是阮的渴慕。愿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了后离开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人拢会当带着这个礼物，就主耶稣你所享受阮光明的人生，带倒去到阮的人生，带倒去阮的厝内，直到世间的落尾。愿安尼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